在日新闻来关心台北市议会消息，台北市议会今年年初有决议，伫中共的军机军舰继续绕来台湾的情形下，未使动用预算办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，因为台北市长郭文铁议员照常举办，总共开偌济95万，引起各党派议员的不满，要求台北市长郭文铁家己出钱。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涵表示讲，当初议会决议无讲动机进程，还佫经过议会许可，会依法办理。回去跟佩奇姐姐要100多万自己付啊！我是被他杀了嘛？不会啦，找哥妈妈了，找哥妈妈也有啊。到底是什么费用，让台北市长郭文铁心情乱糟糟？原来是因为北市府19号无顾议会决议，照举办双城论坛，让各党的议员骂甲无力。上行不正下行歪啦，吼，就是说柯文哲就是想要偷偷摸摸的来使用这个双城论坛，并把它变成一个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哦。会这样去，不是无原因。台北市议会伫咧今年初决议，今晚若是继续闹咱台湾，得甲双城论坛预算动起来。北市府无成功，就用这条钱，让市议员真不满。显然就是非常藐视议会，而且不尊重议会的一个要求。那攻击老台频繁的情况之下，去做这个双城论坛，明显就让他觉得是有统战的目的。那不满无尊重议会，替北市府的公文，秘书长陈志明伫咧边仔角写，因为6月初1、初3、初4和初7。拢无看到阿强的飞龙机，认为无达到继续闹咱台湾的条件。依法论法，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其实能不能够动支这笔的预算，还有怎么样动支，以及后续如何因应，其实在审计法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会去询问中央之后，再做进一步的处理。强调尊重议会决议，不过半预算进程，敢需要先甲议会讲，还阁请示顶面的主管。若真正这条钱轰动起来，市长郭文铁恐惊就要头壳摸你烧啊！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